阮知，迄个平安已经享受阮也是会交问。每一摆伫礼拜时，阮毋望伫你的面头前，一摆搁一摆会当确实、确定你甲阮伫底，你的平安无人甲阮抢去，无代志甲阮影响，互阮永远连结你。阮求圣神甲阮伫底，互阮听明白，知影要安怎去行，成做你所欢喜的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听兄姐，对国外者到今仔日来做礼拜时，你的心有平安无？有。这个是一个，你安尼看到的时阵，你的心有平安无？无，做好诶。有人看到这个是一个安尼的布置，有感受到平安的，请举手。拢无对无？感受到无平安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做好。当今仔日咱来到礼拜堂，看无到是一个时阵，心肝头迄个无平安，就亲像耶稣基督死的时，伊的学生甲跟在伊的人心情一模一样，因为因只有看见耶稣顶面是一个死去啊。咱讲国偌济已经过去啊，是安怎犹原搁安尼用咧咧？今仔日的圣经在甲咱讲的，耶稣出现的时，是伫国外者迄天发生的代志，就是伫耶稣基督国外迄天所发生的代志。耶稣国外迄天早起，当妇人人因去到公遐摕香料去，要去报耶稣的事，无看见耶稣伊的心事，无看见因的心是安怎无平安的，因的心的确是失落的。忧闷呢，因为毋知影因的老师甲伊带到面的迄个老师，昨已经死啊，昨日已经死啊，迄个昨已经死啊，迄个身躯竟然嘛无去啊！当耶稣转去的时阵，因的心已经是完全的无平安啊，已经毋知影所问题是啥物人啊。总是当因看见耶稣的身躯拢无去的时阵，迄个无平安的心情是安怎？搁较侪啊，搁较重啊。因为伊想讲，至少看到尸体，搁知影迄个人伫遐，迄个人的确是甲阮进前拢带做伙，甲阮讲话，甲阮斗阵的。迄个医病会赶鬼的，教训人有权柄，迄个老师死已经互阮的心完全的失望去。即摆连身体都无看见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所以这个妇人人因的心是惊的，总是上帝的使者伫因的面头前甲讲：恁是安怎伫死人中来找活人？恁就会记得耶稣进前甲恁讲的话，伊的死总是伊会搁活，伊已经搁活。所以这个妇人人因用啥物心情去找学生咧？这是伫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开始描写落来。咱今日看到经文是对后壁，总是路加福音24章规个就是伫讲国外迄天发生的代志。这个妇人人听见主的使者甲伊讲，耶稣已经搁活的时，毋通伫死人中来敲吹活人的事。因的心毋是欢喜的，因的心是着惊的，因是惊吓的，并且走
找学生甲耶稣的学生讲即件代志是安尼发生。耶稣的学生安怎甲因讲咧？耶稣的学生讲：恁讲的是无影的代志，无即个代志。耶稣的学生无相信妇人人所听见主的使者来甲因讲的话，因无相信，反倒转来讲恁讲的是无影。刷落来，第二个所描写的就是有两个人，有两个耶稣的门徒伫以马忤的路上，因伫遐讨论发生的代志，耶稣的死这件代志。这两个人对圣经来讲，只有讲到一个名，只有讲到一个名，无讲到两个名。就是这两个人伫神学家，也阁有圣经学者去敲出的时阵，知影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耶稣的阿姐，另外一个是阿姐的囝，就是伊厝内面的人，家族内面的人。这两个人伫路啊伫行的时阵，伫讨论耶稣死的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的心啊哪无平安，因为无看见啊，无看见啊，耶稣死啊，迄个我的耶稣已经死啊，无去啊，因的心是无平安的，因伫讨论这件代志。耶稣就问因，亲近因，甲因讲话问，讲恁伫讨论啥物代志咧？因两个无认出伊来，甲讲啊，你毋知影，这两天发生这件大个代志，这两天发生大个代志，就是耶稣死。总是你讲的是，因犹原无发觉，迄个甲因斗阵的是耶稣。一直到啥物时才发现的？因你讲的时阵，因的心犹原是忧愁的。圣经甲咱讲，当耶稣看见因，甲因讲，当耶稣做一件代志，因认出伊。耶稣做甲因斗阵食暗顿的时，耶稣会爬开，感谢。因才目睭开，认出这个是因所栽的迄个耶稣。迄当阵，因讲这个路顶伫行路的时，咱伫讲话的时，这个人甲咱讲的，甲咱解说圣经的代志的时，咱的心敢无是烧烧的，亲像火伫度吗？是啊，伊就是咱所明白的耶稣。耶稣问讲：恁是安怎面带忧愁的？第三件代志，就是今日咱所读，当耶稣伫遮个学生自一斗阵，犹原也搁伫讨论。今仔日早起妇人人所讲的话的时，因嘛是共款无平安的，因为无看见耶稣啊。当这两个住伫以马忤的这两个门徒认出耶稣了后，因做一件代志，因赶转来耶路撒冷，甲遮的耶稣的学生甲其他群体耶稣的人讲，因拄着国外耶稣啊，因拄着国外耶稣。总是众人的心犹原是无平安，犹原是无法度相信，犹原是惊吓的。总是因的心嘛是共款摇移。遮个众人，遮个耶稣的学生内面，阁有一个人必定是早起当妇人人来甲因讲耶稣国外的时阵，又走去房遐看。无看见耶稣，只有看见包耶稣的幼弟帽。伊嘛是共款，感觉奇怪，伊就转去啊。圣经无讲，伊有相信。
是平安的，毋是欢喜的，伊是着惊的，伊是着惊的啊！你失望，你绝望，耶稣已经死的这件代志，甲规个2天、3天会无平安，一直会刷落来。照你讲，看到耶稣的时，应该是欢喜的，应该是着跳的。主啊，你无死，老师啊，你着亲像你讲的共款，你会死过我。毋是，耶稣的学生完全无欢喜。耶稣出现的时阵，耶稣甲伊讲：愿恁平安。咱的圣经翻做愿恁平安，就是伫原文内面，伊是安尼讲：来，平安互你，恁着平静和平，恁就安静和平。是安怎是安静和平呢？这个平安真说是无交易的，是安静的，是自在的，是被这个人甲迄个人讲话的时平淡，是讲共款的话，共款的心思意念，是共款讲啊，你讲的就是我想的，迄个叫做和平、安静。和平、自在、完全的迄个心情，真做平安。这当耶稣来到伊的中间的时阵，是讲恁啊，就爱安静、和平、自在，恁的心情。总是这个学生仔因忧怨无法度。所以耶稣做啥物代志？耶稣其实耶稣第2句话就是甲伊讲生气的话，恁是安怎不安的？恁是安怎忧虑的？伫伊晚午的时阵，耶稣嘛是共款甲伊阿姐，还佫伊的兄弟讲。是安怎圣经所讲的？恁心甲遐乌咧，恁遐乌是安怎？耶稣基督所带来迄个平安，伫正人的心，伫耶稣的学生的心，伫耶稣看见伊的学生甲伊的亲人的心。迄个平安的心，迄个平安的福气，是伫生命内面，总是当因表现出来、甲感受出来是无平安啦。因看见讲我的耶稣嘛是共款无平安，毋是因为看见耶稣佫话因的心着跳欢喜，无，因的心当时才烧起来，是伫耶稣摕伊要食的时，是伫耶稣感谢的时，是伫耶稣擘饼互因的时，是伫耶稣解说圣经的时，是伫耶稣讲恁来问我，这个是我，你所看到的毋是云啊，云片是无骨无肉。总是恁来问我看卖，我是有诶，我拢总有。这个学生犹原无相信，所以耶稣甲伊问讲：你有食诶物件无？伊当因诶面，甲迄个食落去。食诶是耶稣一摆搁一摆，要互因，要互伊诶学生，要互伊诶军队食，真正毋若。是对遮听见，恁着安静，恁就爱自在，恁着和平。耶稣的出现，无互遮个人平安，是耶
有诶，上帝已经赏赐互因诶平安。因对认出耶稣基督诶迄当阵，因才真正安静落来，因才真正确实耶稣伫因诶中间无死，毋是无死，是死搁活。无死犹原是一个甲伊斗阵诶人，当死搁活诶时，因确实耶稣基督甲因斗阵诶迄3年半，甲因斗阵所教训因诶，伊诶病，伊所赶诶鬼，伊所讲诶一切对父遐来的话，确实是对上帝遐来。遮个人是对才领受着真正诶，已经伫因诶性命内面，已经伫因诶心肝头本来就应该有诶平安，因才安静落来，因才自在，因才欢喜，因才快乐。当是一个咱无看见诶时阵，咱所看见诶，都亲像遮个学生甲问题者，无看见耶稣伫面头前讲话、祈祷、食物，无望着伊，心咱无平安，因为咱毋茫会当有看见迄个看的。总是兄姐，咱敢知影？当耶稣一摆搁一摆讲伊会死搁活的时阵，上尾一摆伊所讲的是，当伊的学生甲伊伫圣殿外口伫学路讲，这个圣殿起了偌水偌好的时，耶稣甲伊讲，这个殿会毁坏，恁毋通看这个外口。耶稣嘛甲因讲，人子会死搁活。耶稣基督所互伊的学生的，要互因体会，所教示因的，所引出因的，一直拢是迄个看袂着的，是伫心肝内面，是伫性命内面的迄个是啥物咧？因是用啥物来认出耶稣咧？是耶稣甲因斗阵生活的时，伊的行动。迄个行动，毋是耶稣这个人的肉体。迄个行动是耶稣甲因斗阵的时的行为。伊是对这个行为，对这个记忆来想起来，来感受到这个确实。是阮的主，确实是搁我，是阮所熟悉的迄个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是像是一个顶这个红色的宝血。当伊挂伫是一个顶面的时，互人的心着惊，想讲耶稣死啊，无啊，拢总无。咱即摆知影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洗清咱的罪，总是当这个布躺伫是一个顶的时，迄个着惊，迄个无平安，迄个看袂着是一个事，迄个心情甲学生无看见实实在在的耶稣的心情共款。咱要安怎伫看会着的行动的内面？找着咱所熟悉的是一个，咱所熟悉的迄个是一个意义咧，是一个意义是啥物？是牺牲。当咱知影这个紫色真最尊贵，是君王，咱知影当伊伫是一个顶的时阵，伊真最犹太人的王。若是犹太人的王，是咱的王，是所有的人类的王。总是当
代表王的言，这个色伫是一家顶的时阵，你会感受咧？你敢有感受到主伫咱的心肝头，毋是挂伫一家顶，无挂。伊的尊贵，伊的君王的宝座伫咱的心肝头。总是咱看到物件伫是一家顶的时阵，咱的心无平安。当耶稣搁一摆来到学生的面头前的时阵，当耶稣的行动，当耶稣的教训，当耶稣伫讲摩西的律例、先知所传爱悔改的话，甲诗篇内面诗人因所祈祷的，还阁有耶稣甲伊的学生甲众人中间，伫传讲上帝的话时，耶稣拢总甲讲互清楚，讲互明。这个是咱伫读圣经的时，爱知影，耶稣基督伊的行动真做生活。耶稣基督伫生活中间，伊所做的行动，互伊的学生认出伊来。耶稣基督用上帝的话来确实证明伊是对上帝遐来的，毋是对迄两个伫梦遐出现的主的使者，甲妇人人讲耶稣搁活，因就相信啊，无，伊是对大相信的，对耶稣，你感觉圣经的事，所以咱你讲啥物要读圣经咧？圣经是甲背起来就好吗？啊是咱会当对圣经内面去敲揣着上帝的应允？咱敢有法度伫耶稣的教训，伫福音书内面看见耶稣的行为、耶稣的一生，对遮来敲揣，咱应该爱安怎做？当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，恁对耶路撒冷开始去到南方，传悔改的福音，赦免罪的福音。悔改啥物咧？悔改无信，因拢知影圣经摩西所讲，因有信，总是。当耶稣甲因斗阵大的时阵，耶稣甲因讲：“我要死搁活，因无信。”当有人转来讲耶稣已经搁活，因犹原无相信，因一直拢无相信。对即是耶稣讲：“恁的无信，我甲恁赦免。”总是对耶路撒冷，就是恁无相信，甲群底我的这个中间。伫这个所在，恁出去到万邦，甲恁的无信甲我对恁的赦免，拢总做干净。上帝天父疼是对无信伊的人，赦免伊的无信，互因搁一摆机会，会当真做相信。活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牺牲的迄个行动，耶稣所做的行动，毋那是伫食，毋那是伫祈祷，毋那是伫爬饼，毋那是伫讲解圣经，是拢总加起来，还阁有耶稣互人骂。耶稣受着人的冤枉，耶稣拢总承受一句话都无该说。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迄个十字架
毋是尊贵的，迄个是一个罪，是处罚。总是咱是安怎当家看做是尊贵的呢？是因为伊的牺牲，是因为伊的安全、普遍、自在。免咱嘛共款，每一届咱看见咱看会见的是一个时阵，毋是只有看见这个是一个，咱嘛爱看见咱心肝头迄个是一个，咱心肝内面迄个耶稣基督伊的行动，还佫有圣经内面所有教示咱要安怎诚做最干净的人，咱爱对耶路撒冷到万邦去。今仔日咱的主犹原嘛是安尼甲咱讲，你着爱对你无信的事，到你相信，徛伫主的面头前，领受洗礼，成做一个新的人，罪得到赦免的这个所在，出去到万邦。迄团你是安怎伫无相信的中间到相信？你是安怎伫无相信的中间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即刻继续分地主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基督徒，成做一个上帝的儿。今仔日主的国活，毋是国活者。过去了就无了，的确是每一届，逐年安尼纪念的时阵，是一摆搁一摆，互咱有这个机会，伫主的面头前讲主啊，过去我信了无够，过去我无相信，求主来赦免，互我会当有搁一摆的机会来相信你，来跟缀你。这届的军地，毋若是伫死进前的迄种军地，是国活以后永远的军队。当耶稣国活了后，毋是就留伫这个世间大，伊阁互伊的学生，阁互众人无看到啊，总是耶稣的平安呢？敢有军队伊会离开，转去白遐就无去安尼？若是咱心肝头的平安，遐尼简单，就互世间的代志来影响，你到无法度安静，无法度自在，无法度和平。安尼主所互咱的平安，敢真正有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发生？平安已经赏赐互咱，总是咱敢有相信，咱敢有掠条咧。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不管我有看见也是无看见，我拢相信，相信主伫我的生命内面做王做主，相信我的主，的确会伫我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，甲我伫我活咧的时，伫我破病的时，伊拢知影；伫我的心艰苦的时，伊拢知影，伊拢听见。当我祈祷求救的时，伊听见，伊应允。伫我读圣经的时，知影上帝的话，知影耶稣基督爱我安怎做的时，我就有迄个气力，会当去到万邦做干净，愿恁平安。真正意义是兄姐啊，平安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当主搁我的时，是搁一摆甲咱讲，平安伫上帝决定要互耶稣基督降生，成做人的时，伫迄一暗，
平安眠的迄一暗，就已经互正人，咱敢有掠着迄个主所互阮，互咱的平安。上帝互咱的平安，无人会当影响，无人会当甲你抢去。世间的苦难共款，袂当互苦难，袂当互身体痛痛，袂当互失业，袂当互人甲人中间关系来拍破，袂当互遮个来影响着咱的安静、自在、和平。咱就对上帝也有讲一个天父，讲一个耶稣基督，讲一个圣神，共款的心来追求世间咱我的事，会当互世间人看见的上帝的平安，这是和平。咱会当在暗头来祈祷。互阮的性命安静、自在、和平的主，阮看见你就是价顶，看见你搁我，看见圣经内面所描写的，阮定定毋是遐尔的相信。因为当阮的性命、当阮的生活受到影响的时，阮无法度安静，无法度自在，嘛无法度和平。恳求主引带，亲像圣神伫学生的内面，大大激动因的心，嘛互阮的心烧起来。亲像火一道，互阮会当对你遐所领受的平安，嘛对耶路撒冷万到万邦，互阮伫你的面头前领受洗礼迄个所在，行出去到阮的骹所行的所在，甲你的平安带甲行，毋是因为阮会当做啥物，是因为这是你的话语。这是你甲阮伫地证据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头前承认，阮定定信无够，定定无完全的相信。恳求赦免，恳求互阮有好一摆的机会，恳求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真做互人认会出来的你的名字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